興啊咁齊人嚟參加我哋嗰個呢個美麗沙灘嘅活動啊！咁啊由舊年開始咧，就依家係第2屆啦嚇。我哋爭取以後每一年都係呢個時候嚟到搞個沙灘節嘅嘉年華聯歡。咁啊言歸正傳，咁啊正話百會長咧就提到呢個我哋嗰個廣州聯誼會嘅青年聯盟，今日經已宣布正式成立。咁呢個青年聯盟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應該就係我哋廣州聯誼會係承先啟後、繼往開來嘅一個重要嘅步驟、重要嘅措施。咁大家都知道㗎啦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係嘛？我哋冇青年人嘅接班咧，我哋就唔會永續發展嘅。咁所以咧，講緊歷史咧，咁因為我係第一代嘅會長啦，咁一交落咗俾阿白志剛咧，將呢個會發揚光大，搞得越嚟越好所以咧，冇咗青年人，冇我哋嘅接班咧，我哋個會咧就唔得會永絕存在㗎啦，而且咧唔會辦得越嚟越好嘅，所以咧就非常之重要。我哋個廣州會嘅青年聯盟嘅成立咧，係一個歷史嘅里程碑。